珠海市區83、84個可以買到咩？係中山、坦洲，開車20分鐘到35分鐘就可以到達嘅地方，可以買一套咁大嘅戶型，110個方，而且佢做咗4個房，但係咧呢個戶型佢自己打咗一個房出嚟，所以個廳超大，差唔多有7蚊左右嘅開價。所以話點解港澳人士好中意中山？因為實在太抵啦！呢啲戶型擺喺珠海，起碼400-500個先可以做得到。而且佢呢種戶型呢係今年嘅新規戶型 ，L 型嘅窗台，所以話一定要去現場睇，感受下呢啲小區附近嘅生活區啊，同埋佢個戶型，你先至會知道，哇！我真係買得好抵啊！最主要係佢呢個樓盤周邊嘅環境都好舒服，有湖景啦，同埋有市場啦，生活配套好成熟啦，而且加上依家1期同2期同埋3期嘅入住率啊，超高。所以我覺得，如果你真係只係想買房過嚟養老啊，或者想生活想清靜啲啊，或者舒服啲嘅話，呢個盤首選。睇房，快啲！